国民党的家己县长参选人王耀斌今仔日伫国民党智库举办的座谈会顶头批评讲，这家己县的人口老化比率是全国上悬，不过这中照医疗资源的覆盖率只有63%，也有真侪时代无受到照顾。不过家己县长洪忠良就表示讲，伊当初接县长的时阵呢，覆盖率只有35%，目前也正在向这75%的目标在执行。家己县50多万的人口，高龄人口就要10万人，是台湾上老的县市。国民党智库国家政治研究基金会29号针对家己县医疗长照问题举办座谈会，合作甲党籍县长参选人王耀斌讲，家己县政府无主动去找出有长照需求的人，佮有3成外的老人，并无受到应该有的照顾。嘉义县已经变成是全国老化第一的人口比例第一的一个县市哦，但是它的服务量呢，却是没有做上全国第一哦。刚刚已经提到了，我们现在长照的这个覆盖率只有63%。不过，家己县长洪忠良回应讲，家己县伫长照方面投入真侪资源，今晚阁有一寡长照机构正在建设。当初接县长的时阵，长照涵盖率只有35%，目前已经来到67%。像我们要去重视的是基础地方的长照的量能的增加。那比如说像所谓的日间照顾中心，或者是所谓的社区长照站。那我们现在在强化覆盖率，那我们现在覆盖率已经高达67%，我们希望往75%迈进。王耀斌阁批评，家己县伫晚近12、29公布的县市总体竞争力评比，也是最后一名。洪忠良表示，已经透过产业引进、公共设施的建设，豆豆来改善家己县总体竞争力的问题。目前县民拢真信任，嘛真支持，会继续来努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